主后2025年3月2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毋过因做袂到，圣经咱做来听读。路加福音第9章289到42节。这话讲了，差不多8日后，耶稣带彼得、约翰、甲雅各上山去祈祷。伊伫祈祷时，面貌改变，伊的衫变甲白色色。忽然间，有2个人，就是摩西甲以利亚，来甲耶稣讲话。因伫阳光中出现，谈论耶稣得要伫耶路撒冷死，来完成使命的事。彼得甲伊的同伴忝甲困去，因一个醒，看见耶稣的阳光以及甲伊徛做伙迄2个人。因得要离开耶稣的时，彼得甲耶稣讲：“老师，咱伫遮真好，我来搭3间寮仔，一间互你，一间互摩西，一间互以利亚。”伊毋知家己伫讲甚物。伊伫讲这话的时，有一片云来，甲因搭地。因互云包围的时，去惊吓。有声对云出来，讲：“这个是我的囝，我所拣选的，恁着听叹伊。”迄个声讲了，敢若剩耶稣一个伫遐。有一段时间，门徒拢恬恬，无甲人讲起因所看见的代志。隔日，因对山顶落来的时，有规大阵人来迎接耶稣。迄时，群众的中间有一个人话讲：“先生，我这个后生求你甲伊看一下，伊是我的孤囝。”鬼一个附身，伊随时乱发，鬼互伊抽掣，不被破烂，搁甲伊伤害，拢毋放伊煞。我有请你的门徒甲鬼赶出去，因拢无法度。耶稣应讲：“哎呀，毋信搁腐败的世代，我着甲恁住偌久？我着忍耐恁偌久？甲你的后生带来遮。”伊互人带来的时，鬼甲伊摔倒，互伊抽掣。耶稣就责备邪神，医好迄个囡仔，将伊交互老爸。毋过因做袂到，会当和耶稣做伙祈祷，是真侪追求灵性成长的人所渴望的。不过，和耶稣做伙上山祈祷的彼得、约翰和雅各却困去。因一醒来，看见耶稣的荣耀，也有摩西和以利亚。彼得忍袂住讲：“老师，咱伫遮真好，阮来搭3间寮仔，一间互你，一间互摩西，一间互以利亚。”伫遮，作者特别去一笔，伊毋知家己伫讲甚物。咱可能亲像彼得，因为沉浸伫自我感觉良好，就安于现状。咱所需要的，并毋是一时的感动，也是大费周章，想要留住甚物，反倒当是专注聆听主的话，对心底听叹伊。伫这个冲突、假信息的社会，独独自信看耶稣，正是咱所需要的。专注伫救赎性命的福音事工，搁较是基督徒性命价值的所在。我的细汉囡仔伫咧读国校，拄好是精力旺盛、凡事好奇的年龄。身为父亲，我发现家己的体力已经渐渐较输后生。伊因为好奇心所提出的问题，
也毋是我会当一日解答的。真侪时阵，是我的后生拖我去做运动，听伊发出疑难杂症的问题，不得不承认，我也需要后生做我的导师，帮助我调整心态。不过，毕竟我的生活经验比较较老练，所以后生会要求我带伊上山受力，包括伫溪仔中射鱼。平常时，伊看到我伫湍急的溪流、深潭中间穿梭，好像真轻松，就当甲一只搁一只水中的火金菇对鱼叉触落来，一时鱼笼就填满满。有一天，后生讲伊也想要亲身体验，所以我带伊行入湍急的河道。一开始伊连徛都徛袂知，搁较莫讲要压条鱼叉完成掠鱼的动作。看到伊伫强劲的溪流中挣扎，我注目看伊，搁甲伊讲：莫紧张，你的骹会要浮起来是正常的，莫担心水流，只要专注伫射鱼，其他的代志有老爸甲你斗相共。所以后生努力甲骹徛在，渐渐适应滩流。伊摕鱼叉专心灌注看溪里的鱼，无偌久，伊大发：爸爸，我射着大尾。看到伊的笑容，我做老爸的实在感觉真有成就感。当耶稣和门徒对山顶倒来，常常有人呼求耶稣救伊的孤囝，因为囡仔互车神附身，心急如焚的老爸对耶稣讲：我有请你的门徒甲鬼赶出去，因拢无法度。对安尼，耶稣袂禁得感叹：哎呀，毋信搁腐败的世代，我着甲恁住偌久，我着忍耐恁偌久。耶稣已经甲权柄赐予门徒，因却因为无耶稣的同在，致使失去信心。这提醒咱爱自身伫主，经历伊的同在，莫定睛伫家己做袂到的，免得失去信心，导致失败。默想，伫信仰生活中，有啥物是我无交托主就做袂到的呢？伫信仰生活中，有啥物是我无交托主就做袂到的呢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求你帮助我脱离沉浸伫自我感觉良好的祈祷氛围中，互我独独注视你，聆听你的声，互我伫要保有活力的年岁的时，勤奋袂野线，追求灵性的成熟，脚踏实地完成你所交付的使命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